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有台北最美后花园之称的阳明山，从2月起进入赏樱季节，包括山樱花、八重樱和吉野樱将接力盛开，一路到3月中旬。台北市长蒋万安邀请全国民众到阳明山赏樱踏青，同时游玩阳明山周边6大历史建筑与馆舍，感受充满魅力的人文风情。2024阳山花季正式开幕，恭喜阳明！在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共同主持下，为期40天的阳明山花季正式展开。蒋万安表示，阳明山的樱花是台北市重要的观光资源，每年都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在公园处同仁持续努力养护下，让国人不用出国就可以欣赏到浪漫迷人的樱花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樱花非常的漂亮。刚刚一路上山，一到这边就看到我们山岚缭绕，繁花盛开，美不胜收。所以真的非常适合在年假期间，带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到阳明山走走、看看、欣赏樱花。由于气候因素，今年阳明山樱花提早21天就开花，在云雾缭绕的氛围下观赏绝美樱花，别有一番滋味。今天看到这个花开的感觉怎么样？不错啊，带小孩子要来看花看松鼠的。就是樱花很漂亮啊。对啊，开得很好。开得很好。对啊，我们拍了好多照片，还到光复楼去看我们朋友那个吴奇娜的钢雕展。OK， 好，感觉非常丰盛。其中位于樱花溪流区的山樱花已经有80%盛开，接下来还有八重樱、昭和樱及吉野樱等不同品种的樱花将接力绽放，一路到3月中旬。花卉试验中心主任特别介绍几处绝不能错过的赏樱景点及赏樱时序。目前就是正在盛开的是山樱花，那再来的话，在我们春节的假期里面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八重樱，那它大概是在春节的时候，八重樱会达到盛开。那主要分布点就是在我们的花中后面，一直到上面的铜像区，还有就是我们在第2停车场下面有一个水帘洞，这一区的话就是八重樱主要分布区。那大概到2月下旬的时候，我们昭和樱也会提早开。那昭和樱花主要就是在我们喷水池跟我们的王阳明铜像这边的话，就是最多的地方。好，那3月初的时候的话，我们吉野樱会开放。那吉野樱主要就是分布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还有我们的那个竹山路2段的2侧。那它的花色比较偏白，那花瓣掉下来的时候有点像雪片在飞，所以我们说的樱吹雪就是在指吉野樱。除了樱花，种植的8万株杜鹃花及黄色水仙花也陆续在2月下旬及3月中旬盛开。抬头赏樱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欣赏这些绿地里的娇客。杜鹃花其实在2月底的时候就会开始开放。那我们的杜鹃花在阳明山区、阳明公园这一带呢，大概都8万棵左右的杜鹃，所以它的量是很大的。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湖山绿地呢，在就是260公车总站旁边。那我们每年都会在那边种水仙。那今年我们种的是大花水仙。那预计花期是在2、28到3月初的左右。花季期间，阳明山6座艺文馆舍也联袂举办草山百年风华阳明山馆舍串联活动，包括新泰光复楼的6馆舍文物展，以及新锐艺术家吴奇娜的镜创作展等，让游客在享受大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更深入认识阳明山丰富的人文历史。不只是规划漂亮的花，我们其实也结合附近很多的历史建筑，还有包括馆舍。我们就跟旁边的光复楼有合作，在2楼有一个艺文展览区，所以我们结合周边几个，包括中山楼、包括阳明书屋，还有包括华冈图书馆等等，在2楼大家可以赏花完，然后再到光复楼去看看一些艺术作品。由于阳明山路幅及停车空间有限，为了避免大量赏车花潮造成道路拥塞，例假日及春节期间，养德大道早上7点到下午4点会进行小客车管制。蒋万安也呼吁游客尽量利用捷运转搭花季公车前往，轻松悠闲地享受樱花所带来的浪漫氛围。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三峡公所后方的樱花廊道已经逐步进入盛开期，数十棵山樱花在步道的2旁美丽绽放，吸引民众拍照打卡。除了赏花，也可以顺道前往三峡老街，感受季节美景和人文风情。
新北市三峡区公所后方种植了数十株山樱花，每年2月到3月都是赏花的好时机。目前即将进入盛开期，想就近赏樱的民众不必远赴深山。三峡区长施玉祥表示，欢迎市民朋友们来到三峡公所后方的小径欣赏樱花。目前山樱花已经将进入盛开，吉野樱则会在3月开始开花。好，那我们这边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很多樱花开得很漂亮的哈，这是在我们公所的后面，这个我们也。这个美称为樱花街的哈，虽然说不是非常多，但呢也有30-40棵的樱花。那尤其在过年这时候盛开最漂亮。那我们的民众来这边，我们三峡老街来逛街的话哈，就可以这个顺便走这个我们的樱花道啊，这樱花大概可以开到3月多啊，欢迎我们所有的民众啊来我们三峡老街来逛街，然后顺便可以欣赏的樱花。在樱花廊道的尾端就是热闹的三峡老街。施玉祥说，欢迎民众来公所赏樱之后，再来到三峡老街逛街踏青，欣赏自然美景之余，也感受老街的人文风情。那我们三峡老街是保存了很多非常棒的以前的历史建筑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红砖这个拱门，然后是巴洛克的风格。那实际上我们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我们还留了很多的这个牌楼，以前是三峡老街是很重要的染布坊。那还有留一些蓝的这个堂号还在这里边。那我们在老街的附近哈，在公所的对面，我们还有这个我们的蓝这个体验，民众可以来这边体验这个蓝的文化。啊，如果说我们时间可以再拉长一点点，啊，我们在我们三峡竹人的山区也有很多，沿路上都有很多樱花在盛开，那也有很多的茶叶可以品尝，可以购买。我们每年我们这边的山樱花大概都是过年期间开，然后民众来的话都会看到这里很漂亮，尤其逛完老街、祖师庙之外，然后都会在这边再欣赏一下我们的樱花，在这边摆拍。然后樱花现在还会吸引一些绿袖眼。啊，会有绿袖眼来，然后等它在结果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边都是山樱花，然后目前都山樱花跟八重樱比较多，所以再过一阵子结果的时候又是绿袖眼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人为了拍鸟会来这边拍绿袖眼，然后大家逛完老街之后在这边休息都非常漂亮，这边也是完美拍照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过年期间是除了老街祖师庙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民众驻足的地方，这样子。随着冬天即将进入尾声，各地的樱花陆续绽放，三峡小径的樱花就临近在三峡老街一旁，赏樱花吃美食，感受自然美景与历史古迹交织的独特体验。欢迎市民朋友们把握花季前来。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新兴国际中小学在春假后开学第一天，都会连结国人习俗与国际教育，发给学生外币红包。除了贺年祝福，也让同学从中了解各国的文化特色、币值汇率。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别到场参与，也期许桃园其他学校能将国际文化教育融入生活当中。学生们一一向前领取新年红包，这不是在家里向长辈拜年，而是新兴国际中小学每年寒假后的开学活动。全校师生都会拿到不同国家的外币红包。就读小学1年级的吴伟平是第一次拿到学校的外币红包，觉得年级的张宇正表示，拿到不同的红包是很特别的经验，也学到了很多国际文化。学校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你感觉怎么样？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很开心。就是第一次在学校拿红包。对，我很开心的拿到红包。就是很特别，是一个有趣而且很独特的一个经验。就是这样的活动，就是可以让我感受到不同文化的惊喜，然后也可以扩展我对世界各地他们货币的了解。新兴国际中小学注重有感教育跟国际教育，透过多元特色的节庆活动，带领并体验不同的文化。这次借由外币红包导入并延伸国际文化知识，不只是快乐的领红包，也是一种学习。所以我们除了平常的课程跟活动之外，我们这次特别结合开学还有新春团拜的机会，让同学在感受开学跟新春欢乐的氛围当中，透过发给他们外币红包，然后外币红包上面呢就有所谓的币值的问题，也有各国的文化风土民俗，包括它的建筑物等等等。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延伸学习，让老师在课堂上也把这个
外币内容所展现的意涵，跟同学做宣导。那同学在拿到红包很高兴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把有感的教育还有国际教育的跟生活跟习俗结合。总校长魏宏恩表示，每年学校在春节后的开学日都会发外币红包给同学们，不只是国际教育，也希望让孩子们了解外币汇率，进而建构理财跟投资观念。我们就是要让所有的小朋友能够知道，在各国的货币以及它的使用方式跟它的汇率，那能够晓得未来他在人生当中理财的各种的需求。那么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红包的习俗呢，能够增添一些喜气，让大家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在新的一年有个新希望，好好的来在学校里做一个学习，那也在能够把这些红包呢存下来，为他们自己未来的人生做更大的一个投资。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特别到场参与活动，并为1年级的孩子颁发红包，表示桃园是国门之都，国际教育格外重要，对新兴将学习融入生活的方式给予肯定，也期许桃园其他学校也能将国际教育结合生活。桃园是我们国家的国门，我们很期待桃园所有的学校都能在教育里面灌输我们学生国际的视野和国际的观念。今天这个颁发外币红包的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也很有创意。在这边希望我们所有桃园的学校都能够在学校教育里面、课程里面，把这国际的观念灌输到我们的同学的身上。校长林志珍表示，学校非常重视国际教育，不仅有外师，还结合节庆推出活动跟沉浸式体验教育。开学外币红包则是连结国人习俗跟国际教育，让孩子们透过多元活动看见世界，接轨国际。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热闹庆祝元宵节，由基隆市政府七堵区公所办理的基隆七堵烟火嘉年华活动，因为天气好，人潮爆满，万人空巷，带您一起来欣赏灿丽的烟火。璀璨的烟火照亮七堵的夜空。今年的七堵烟火节烟火释放长达6分钟，也将活动现场气氛带到最高潮。晚会部分也很精彩，除了展现社区活力，也特别邀请艺人漂亮宝贝苏佑荣以及视障钢琴王子许哲成等人来开唱。我的心里只有没有他，相信我的心不在，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你不见。抽奖活动时，民众也很期待，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立委林佩祥、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市议员蔡旺莲、张耿辉以及连恩典等人分别抽奖，抽出50寸电视机等多项大奖。获得我们的50寸液晶电视，规划在七堵区崇孝街的美食小吃区，各项摊位吸引满满的人潮，万头钻动。市长谢国良、立委林佩祥、副议长杨秀玉、市议员蔡旺莲以及张耿辉等人从美食区一路走进来，受到民众热情欢迎。也一起上来，先掌声欢迎，拍照好吗？是的，哇，这个刚刚听到。辖区基隆市警察局第3分局派出警力，全程维持会场秩序，同时也设置摊位，加强各项治安宣导。身兼基隆市警察局第3分局基隆警友站第3办事处主任的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更是连续第14年在现场和小笼包餐车业者合作设置行动补给站，免费提供小笼包以及酸辣汤等，给在现场执勤勤务的警察们享用，补充体力。也受到警察局长翁群能以及3分局分局长童宝贤的感谢。为弟兄加油打气！
而七堵区卫生所同样在现场设摊，除了宣导各项卫生及疾病预防政策之外，也设置新冠疫苗接种站，在医生问诊把关下为民众施打疫苗。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政更是亲自到现场督导，再三提醒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的重要。今年的烟火节主办单位基隆市政府七堵区公所将活动场地规划得更完善，再加上天气大好，人潮爆满，万人空巷。市长谢国良和立委林佩祥都承诺，明年将让七堵烟火节释放烟火的时间更长、更漂亮。今年的烟火比去年的更棒、更亮，对不对？那我们明年比今年更久、更灿烂、更温馨，好不好？那你要记得，冯区长，你一定要帮忙我们哦，把更棒的烟火端出来哦。好，谢谢大家，谢谢。祝大家龙年行大运，好运连连来之外，明年佩祥会全力配合我们基隆市政府，配合我们国良市长，把这个烟火秀放得更漂亮，放得更好，好不好？好。祝大家平安健康，新年新希望，谢谢。我想刚刚市长提到说，明年的烟火比今年会放得更长。好，所以我们是不是先给市长先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市长，还有我们的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林立委这个你要加油一下，要帮忙我们争取更多的经费挹注在七堵区哦。今天的烟火节是不是很成功，对不对？对。我们谢谢市长，我们谢谢区长跟我们区公所所有的同事人员，大家非常的辛苦，明年再来好不好？谢谢大家，新年快乐，谢谢。洪区长要听清楚哦，明年要更好，所以要多编一点经费。我相信我们副议长在这边，还有蔡议员在这边，我们一定会全力的支持，好不好？办得更好。市长说实在，我当6届哦，他真的很用心。那改都无做，伊这届啊，做几年啊，拢做啊。所以那个起立大家好不？谢谢，也非常开心。我们在这个元宵节的前夕，看到这么热闹的烟火我想每一个人都，我刚从头看到尾，我们全部人满满的。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活动的成功，也谢谢我们区公所。烟火释放式的火树银花照亮七堵的夜空，也让七堵烟火节持续成为基隆观光的一大特色。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四昆生龙山寺春节期间举办的清水祖师转运金直角决赛，由于多位参赛的民众指出相同的圣角数量，庙方决定进行 PK 赛，最后由来自高雄的张有思胜出，获得30万元清水祖师转运金。四昆生龙山寺清水祖师转运金拔杯比赛，从大年初1到初6，总共吸引到6000多位信众参与。经过竞争，最后有700多人进入决赛。初6晚间7点，在庙前展开最后的比赛，现场气氛热闹又刺激。加油！决赛从7点开始，一直进行到9点还没结果，因为第1名、第2名、第3名、第4名、第5名到第7名都是掷出相同的杯数，庙方决定加码 PK 赛，最后由来自高雄弥陀的张永思胜出，幸运拿到30万的转运金。第1名跟第2名拢是10杯，那么第3跟第4的做伙拢是8杯，换 PK， 所以讲因有分5万。3万，咱就是以30万、10万、5万、3万、2万，顺利来产生，就咱这5个嘛爱恭喜恭喜咱这帅哥爱来头一遍办这活动，会当来摕到咱的祖师公的转运金，会当互伊一年当，拢会当平平安安。阮这阮后生，阮也拔了第3名阮这时拢
托咱的做事工的福啦吼，用到来敢保庇。从哪里来？高雄弥陀。对。知道这次活动特别感人。对，第一次。那打算怎么运用这个？就是先存起来。其实有进决赛已经算是很幸运。对啊，就是有清水主事保佑。对，就是这笔基金可能也是一样先存起来。主委吴志祥说，看到清水祖师转运金拔杯比赛有那么多人热情参与，心中是满满的感谢与欢喜。他也表示，未来这个活动也会持续办理下去。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年假最后一天，刚好是西洋情人节，高雄市推出黄色小鸭游港区活动，其中一只小鸭从18号码头出发，游港1圈。最后游向另一只在高流中心前的小鸭，以错位的方式玩亲亲，创下全球首例动态展演。市长，我们要亲到了，市长。2只黄色小鸭在高流中心前相会，还以错位方式玩亲亲，只要找对角度就可以拍到2只黄色小鸭嘴对嘴，模样超级可爱逗趣。我们2只小鸭要亲到了耶！见到了！大家看到了吗？就是此时此刻。原本在光荣码头前的黄色小鸭，前一天就梳妆打扮，准备情人节的约会。隔天下午，小鸭在拖船的带领下游港1圈，经过高雄展览馆、码头乐园、金鱼堤岸、鼓山鱼市场、战二库，最后来到高流中心的音浪塔前，和另一只小鸭合体，吸引大批民众涌进港边，捕捉双鸭 kiss 的经典画面。你还没有截图的，我们再来截一次。这个是独步全球，举世无双，就这个 moment 哦。他们要准备亲脸了，亲到啦！好甜蜜，好幸福哦！情人节就是要这样过呀，羡慕呀！大家开心就好，祝大家情人节快乐！黄色小鸭原本都在码头边固定位置展演，除了首日出场展演时有双鸭并游的画面，这一次因应情人节特别安排小鸭游港，又和另外一只小鸭约会，在高雄冬日暖阳下放闪晒恩爱，相当应景。黄色小鸭开幕至今也创下赏鸭人数累计破600万的纪录。我们这是独步全球，这一只黄色小鸭只有在我们高雄，他们今天会合了，呀，幸福呀！巨大的黄色小鸭要游港，必须克服许多航行的因素，而游港1圈也让更多民众欣赏小鸭的风采和高雄港湾之美。双鸭 kiss 放闪，更让小鸭的魅力爆表。接下来双鸭还有什么惊喜的展演，令人期待。情人节快乐！Double love！ 记者王仲凯、雷长邦高雄报道。黄色小鸭的魅力真的相当惊人，吸引超过600万的游客到访。而东高雄的山城魅力也非常有看头，除了旗山老街，还有美容山林的花海等等，都别具特色。另外，在凤山、旗山和冈山也有很多精彩的灯饰，非常的梦幻。黄色小鸭吸引超过600万人次造访，为高雄带来庞大的人潮与商机。不过来到高雄，除了可以到爱河湾赏鸭之外，还可以体验一下东高雄的山城魅力。不论是旗山老街，还是美浓山林的花海，都别具特色。那美浓不可免俗的，就大家一定要去走一下我们的美浓湖，然后欣赏客家的文化。那再来就是其实大旗美地区，还有像山区，像我们的原住民原乡部落，那有这个茂林区、桃园区都还有藤枝森林森林游乐园，那还有包括像很多原住民乡亲，他们现在都还有这个过年的原民市集，那非常热闹。那像茂林地区就还会有紫斑蝶季，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地方。近几年，高雄市政府在东高雄9区投入大量资源建设，改善整体观光环境，并举办特色活动，期待让更多人能感受到东高雄的美好。去六龟泡泡温泉啊，还是去大旗美走一下老街，吃一下客家小炒，或者是到原乡感受自然森林跟原乡部落的文化，都非常的精彩。高雄灯会除了黄色小鸭非常吸睛，在高雄其他的区域，像是凤山、旗山和冈山，也都还有不同的创意与精彩灯饰，等着大家去欣赏。
尤其在我们东高雄，还有这个旗山有玉蛟龙，非常的可爱，它就趴在这个武德殿上面。那其实像这个凤山也有凤山光之祭，那整个灯区非常大，然后也有很多创意的灯饰。那冈山就是我的家乡了，也非常精彩，有一只很可爱的冈喜龙就趴在那个桥上。那其实有很多的精彩灯区都欢迎市民朋友跟游客，除了来看小鸭，也可以到我们东高雄跟不同的地区来游玩。高雄市区有许多地方可以让民众尽情吃喝玩乐，当然东高雄9区也不例外。感受黄色小鸭魅力之后，不妨也前往东高雄，体验慢活、慢旅、慢食的放松之旅，到森林里吸收芬多精，在忙碌的生活中替自己充个电，再出发。记者钟王佩、庄淑婷高雄报道。台南市安平福成堂举办福德正神开光启灵回銮绕境大典，2顶神轿搭配12组的阵头，在安平区盛大绕境。不过，现场的焦点是60位美女礼生，吸引大批的民众围观。一位一位身穿宝蓝色礼服、戴华丽头饰的礼生，走在绕境队伍当中，马上吸引全场目光。我们今天这么早来，会不会冷？会，超级冷，超冷！大家一起说，超冷！但是我们热情如火。所以今天跟这么多姐妹一起算是第一次。对，应该全台湾也只有我们吧，对吧？我们是首创哦，超棒！多多支持武媚娘。一字排开，就像是大型的选美现场，摄影师手中的相机更是没停过。会有如此大的规模，是因为安平福成堂福德正神前往祖庙开光启灵后，特别举行的祈安绕境活动。我们第一次出60位，然后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到就是头饰服装，就是总共花了半年的时间去准备，然后头饰就是也是赶到就是昨天早上7点我才赶完。在庙宇绕境中，能常常看到他们的身影。服装颜色也会依照不同的神明改变。这一次是以宝蓝色，因为我们的神明主教神明是福德正神，所以我们以宝蓝色去呈现。然后如果像妈祖，我们就会以橘色、红色系去呈现。关圣帝君我们就会以绿色系去呈现。这是11年以来该团礼生人数最多的一次。整天的绕境，礼生们需要全程徒步，虽然辛苦，但为这场绕境活动增添不少话题。记者收怀台南报道。年假太短，还来不及走春吗？位于桃园龟山的寿山岩观音寺，不仅能参拜观音佛祖和5大妈祖，还可以欣赏山樱花，而且陆续还有系列的法会和起龟活动。庙方欢迎民众前往走春参拜。位处桃园龟山的寿山岩观音寺，在新春期间陆续举办系列法会和活动，不仅可参拜庇佑在地280多年的观音佛祖，还有领顶地方士绅迎娶传统，在农历初5迎回庙内住家的南部5大妈祖可拜。另外，大殿内也因应即将到来的元宵佳节，设立了平安延寿大米龟，提供信众求取保平安。庙方欢迎大家前来祈福参拜。我们农历初8，我们寿山岩观音寺有举办我们的元宵晚会。那在初9天公生的时候，以及14、15，我们也有举办一些庆典的活动，比如14、15，我们也有让信众来求取延寿米龟的一系列活动。我们除了来拜我们观音佛祖，而且我们信众也有把全省5大妈祖。有大甲镇澜天上圣母、北港朝天宫天上圣母、新港奉天宫天上圣母、彰化南窑宫天上圣母，以及鹿港天后宫天上圣母，请到我们寿山岩观音寺这一系列活动，欢迎大家来参拜，而且来赏樱。除了众多法会活动外，寿山岩观音寺庙后的樱花园和车道两旁，也有多株挺过寒流的山樱花正盛开。庙方也即将在3月25号举办赏花活动，邀请大家把握机会前来听音乐、赏花、拍照走春。那我们过年期间，我们寿山岩观音寺，除了我们的法会，以及还有我们点灯、安太岁、舞春运，然后在我们2月25号。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的寿山樱花园有举办因缘际会的一个活动。当天是从下午1点开始，我们有请岳飞乐团，还有穿和服的美少女来供大家来拍照，一起来欣赏樱花。目前我们寿山樱观音寺正在开的是山樱花，那我们吉野樱也先前也陆续有开过了，所以像绵延1公里长的我们的樱花园，现在目前是开的是山樱花。年假太短，还来不及走春参拜吗？不妨来到寿山岩观音寺参拜求平安的同时，也能到后山走春踏青，欣赏春暖花开的大自然美景，收获生理与心理上的祝福。记者吕婷和报道。高雄茂林情人谷温泉市集活动，大年初1开始开放免费泡脚外，还有多项 DIY 文化体验以及许多原民美食，欢迎大家前往茂林，感受原住民的热情，逛逛市集，同时欣赏茂林之美。一群民众排排坐，将双脚泡在温泉池中，看起来实在有够惬意。茂林情人谷温泉在大年初1开始开放免费泡脚，吸引不少人趁着农历春节期间前来体验一下。一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很热闹，因为有非常这个悦耳的这个音乐，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山明水秀。我们现在在我们茂林区，我们情人谷温泉，我们泡脚池。已经开始提供大家一个好的休闲的活动。不只有免费的温泉可以泡脚放松，现场还有民众穿着鲁凯族族服，学习原住民的传统舞蹈。茂林是我们的除了自己搭建的茅草屋市集，还有草地音乐会。茂林情人谷温泉市集活动热闹展开，满满的传统原民美食让人看了不禁口水直流，还有多种 DIY 文化体验，有花圈、小米粽、族服体验等，活动丰富多元，让民众赞不绝口。我是从南投来的，然后来这边露营，顺便来体验这边的妈妈花圈，制作还蛮好玩的。对，做起来花圈让小朋友体验一下，蛮好玩的，而且刚才泡脚，还 OK 哈。对对对，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好玩。这里不止有泡脚，而且有这个族服的这个体验。那这个族服体验呢，这也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体验。茂林情人谷温泉市集活动时间是2月10日到18日，2月24日到25日，还有3月2日到3月3日，欢迎民众相约亲朋好友，感受原住民的热情，以及观赏茂林区的美好景色。记者苏焕居、庄淑婷高雄报道。桃园鲁滨花季活动将有10公顷的黄金花海大爆发。今年特别携手在地客庄，推出3条鲁滨花主题小旅行，欢迎大家前往龙潭，收获满满的花季回忆。3、2、1，2024桃园鲁滨花季活动即将在2月24号到3月3号登场。桃园市政府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将会有10公顷的黄金花海大爆发。今年特别携手在地客庄，推出3条鲁滨花主题小旅行，即日起开放网络报名，欢迎民众一起来龙潭走走，体验客庄的热情跟花海的盛放。桃园的三洽水大北根地区是台湾鲁滨花种植最早的地区那桃园的鲁滨花季呢，也是台湾除了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而且不只是花季，也是文学季那欢迎大家我们有整整10公顷在三河地区、三洽水和大北根地区，那我们有10公顷盛开的鲁滨花。那今年除了这个10公頃的鲁滨花海之外呢，那我们在大北坑跟三河三水社区呢，也有举办了这个，就是有这个3条小旅行那这是今年第一次来推出我们跟在地的社区做结合那3条小旅行里面呢，除了有茶席的体验啦，还有这个手作 DIY 啦，那另外还有一些美食的体验啦还有一些就是走读这样子的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今天开始呢，也是会在网站上面受理各界报名那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参加。
今年活动分大北坑茶山花线跟三洽水内山摇乐2大主轴，携手龙潭大北坑、三水跟三河社区举办小旅行、市集体验等特色活动。除了推动客庄的地方发展，也藉由活动展现龙潭回乡青年扎根地方创生的成果。所以这一次透过这个鲁冰花的那个活动，那我们除了从农业、休闲农业到那个文化的部分都有。那这次特别着重在就是客家文化的部分。那也因为近几年就是大北坑跟三洽水这个地方，我们有很多青年回乡。那在做青年回乡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是从我们的前辈那边开始做一些经验的累积，到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青年可以应该说青年可以靠着自己的一些想法去在社会，应该说在整个社区里面去做一个发挥。那在这一次的小旅行里面，就是结合我们就是三洽水地区不同专业的青年的一个，就是我们留下来希望在为替社区做的一个行销，或者是说我们在地留乡的一些成果的一个展现。桃园是台湾最早种植鲁冰花的区域，台湾文学之母钟肇政的小说《鲁冰花》更是经典著作。副市长苏俊斌也分享了鲁冰花小说对他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哈，那钟肇政是台湾文学之母，那鲁冰花是钟肇生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哦。那我对故事里面的主角哈，这个古阿明小弟弟印象很深刻哈。然后过去哈，在钟肇政在100周年100岁冥诞的文学的活动里面，我曾经讲过，我小时候其实是深受这个古阿明影响哦，钟老对文学的影响，对桃园影响其实是世世代代的啊。钟肇政之于桃园，鲁冰花之于桃园啊，其实是让这个花季哦，不只是农业不只是花，更重要的是它还有文学的内涵。2024桃园鲁冰花季活动即将在2月24号到3月3号登场，不仅能拍照，也能透过特色活动跟小旅行，深入了解客庄的风情跟热情。小旅行从即日起开放网络报名，欢迎大家来龙潭收获满满的花季回忆。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台南瑞复益智中心用爱和希望陪伴无数身心障碍朋友。今年庆祝走过50年的岁月，特别由至亲和社工用回收物创作50只不同风格和表情的绵羊，邀请大家到中心的门口参观，感受他们创作的生命力。借由教育、复健和训练，让身心障碍者充分发挥潜能的瑞复益智中心，在台南设立已经50年。为了庆祝这个难得的日子，中心特别邀请至亲、教保人员以及社工等友好机构参与，筹备了1年的时间，共同创作出50只绵羊，呈现在安平渔光岛。每一只羊的色彩跟表情都不同，也代表每一位身障者都是独一无二，都是上帝这位牧者眼中的好羊。小羊的部分是用回收品包含了果糖罐，包含了不用的纸箱，我们来制作。每一只小羊都有它独特的面貌，代表了身心障碍者他自己本身独特的特色。在天主的眼里，不管是完美或者是有限制，它都是天主的最爱。所以这50只小羊，我们想邀请各位到渔光岛的游客，还有府城建成400年到台南来旅游的游客，也能够到渔光岛来数数看我们的每一只小羊，来认识我们的障碍者，他们是友善社会的日常跟存在，欢迎大家。为了表达自1974年设立至今，因为有各界爱心人士的相挺，让他们坚持了50年的使命，包括社会局长也代表市长出席肯定。另外，在这儿服务超过20年的吴道远神父以及长期支持的米克夏公司都到场，见证天主教信仰的服务和奉献。我们一开始到现在也满50年。那除了在这边照顾大家之外，瑞复益智呢还帮助我们社会区做了早疗据点。早疗据点呢帮助了更多更小的孩子，所以呢瑞复益智在我们台南人的心目中呢，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构。最需要帮忙的朋友，不管是小朋友、小孩子，是中年、成人，继续服务。我相信瑞复已经做得很好，也不只是做得很好，做得越来越好。谢谢你们，谢谢。
信他们这一次也帮我们做了一只特别的造型，这个是牛，唯一的一只牛，跟我们的那个 logo 一模一样。对，很感谢他们。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合作，可以支持瑞复益智，能够在台南可以做得更好，那可以做得更深。瑞复庆祝50周年，在新任董事长也是台南主教黄敏正的祈福声中，除了用祈祷和歌声来为创作展览揭开序幕，还有至亲所呈现的摄影作品，同样令人赞叹。邀请大家共同来感受他们的生命力，也献上祝福和掌声。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台北灯节开展，市长蒋万安与现场的民众共同点亮主灯，呈现光龙。3大展区也在每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全区亮灯，还有许多的舞台表演以及街头艺人的活动，欢迎前往台北西门町赏灯。台北灯节主灯呈现光龙，位于西门红楼前，由策展人刘志良以纯金属打造，高3层楼，结合花灯与声光科技，在光龙身上照映出耀眼夺目的动态光影，搭配每半小时的3分钟主灯秀，配乐由音乐制作人 K6 刘家凯结合在地文化元素创作。捷运站上的鱼耀西门，象征年轻世代追逐梦想，突破层层障碍，出人头地。我刚才看到就是有那边有一条大龙，就是金色的，然后呢它会喷雾，然后呢旁边有2条鱼就喷一些泡泡之类的，就旁边鲤鱼呢旁边它就有喷一些泡泡。每一年都会带他们来看灯会，因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然后我们也有自己带灯笼来主灯，我们一直在期待它飞龙在天，然后对啊，但是看到那些喷雾什么的还蛮喜气的，太棒了，太棒了，真的，因为它跳脱以往的那种比较自制化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很活泼，很惊讶，而且就是有一种另外的一种感觉，很惊喜。我还跟市长握到手呢。台北灯节17号全面开展，除了主灯与西门灯区外，中华路展区和北门展区也大有看头，有16个友好城市展出特色文化灯组，企业响应灯组与北门广场投影。观传局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台北旅游，推出全民猜灯谜抽机票活动，有机会获得台北、东京双人来回机票。今天是我们台北灯节正式点灯开幕的日子，下个星期6就是元宵节，俗称的小过年，所以是农历春节最后一天。之后我们将迎来春天的到来，以及第一次的月圆，所以是花好月圆、阖家庆团圆的幸福日子。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安排灯节的点灯。也谢谢老天爷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真的，今天天气太棒了。我刚刚还问林副市长还有王秋东局长，哇，如果今天下雨，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会有多少市民朋友来。但是看到这么多亲爱的市民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我们非常的感动。其实今年的灯节，我们特别选在西区，也就是从西门町商圈一路沿着中华路到北门，其实沿路有非常多漂亮、精彩、丰富的灯饰。那我们之所以选在西区，去年在东区我们有了大巨蛋，成为台北的新地标，台北市民的骄傲。那灯节我们选在西区，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朋友，带来许多的商机，也活络地方的经济。今年我们灯节规划3大展区，我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报告，包括我们西门展区这边有我们的主灯，有传统的以及现代的设计。沿着中华路2边，我们还有在地艺术家的作品，还有
友好展区，也就是许多国际城市他们灯饰的作品都在友好区展出，非常的漂亮精彩。到了北门，各位朋友，入夜之后天色稍微昏暗，我们就会有光雕灯光的投影，非常精彩炫目。而且大家拿出手机，朝着北门光雕荧幕上的 QR code 扫，你可以写下你的祝福和希望，就会投射在北门上面，非常非常的有趣。另一方面，我们今年台北灯节展期也有别于过去，大概只有8到10天，今年我们特别拉长1个月，所以一路到3月3号这段期间，欢迎所有朋友携家带眷都可以来欣赏非常精彩的台北灯节。另外，我们也结合在地的商圈、店家，所以让所有的市民来到这边逛逛、看看灯饰，同时也来这边品尝美食小吃。最后，也在这边向大家宣传，今年是台北市建成140周年，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灯饰展出，呈现台北市是一座历史悠久，同样也是多元、包容，而且创新的城市。另外，今天2月17号，也是明年2025世界壮年运动会正式报名的起跑日，所以也请所有的好朋友，只要年满30岁，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就有机会参与国际一级的赛事。可能你可以跟国际知名的前职业选手或是奥运选手一起竞赛，所以欢迎朋友们一起来报名世壮运。在企业灯柱中，中嘉宽屏也尽一份心力，在台北记忆仓库旁设置灯区，展现中嘉宽屏新年元宵祝福，欢迎民众来赏灯游逛，体验多元灯饰的魅力。记者问俊台北报道。基隆商工航空电子科推广国中学生无人机，不只举办寒假的营队，还规划了室内微型无人机穿越竞赛。从简易的飞行原理出发，加入民航法遥控无人机管理规则，国中学生无人机营队在基隆商工展开，借由模拟器进行无人机操作，并实际动手制作实体机，还有操控4旋翼机在户外试飞，最后进行室内的无人机穿越比赛。那无人机穿越赛呢，我们有适法性，就是因为它是在室内飞行，而且它的造价比较便宜。我们就这造价比较便宜，不是一般的那种商务机，可以把它推广到国中国小。我们希望以后呢，藉由这机会呢，让基隆区的每个国中国小都能够玩到无人机，去启发他的学习兴趣。兼顾现场教学的安全性，圆想飞的孩子一个飞行梦。那个模拟器的部分，然后还有试飞的部分，跟这个穿越的活动。这名国中校长感谢机商的跨域合作，甚至能派出学生参加台北市办理的全国无人机竞赛。正滨国中我们一开始是成立遥控车社团，那后来在基隆商工航电科的协助之下，我们加入了无人机的部分。孩子的学习的兴趣变得更高，而且他们的面向更广。那我想这是一个跨阶层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民政处长张元祥也特别到场观看孩子们的比赛。我相信在基隆这个地方，我们有山海景，未来我们更多的学校学生来透过跟基隆商工的合作，来学习到空拍机的技巧，对基隆市风景的采集上面都有很多的需求跟帮助。基隆商工以微型化的无人机进行教学，大幅降低成本，也兼顾适法性与安全性，让孩子的飞行梦可以实现。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高雄新崛江商圈是年轻族群逛街追逐流行的指标地区，但是要去逛可是要找对时间哦，因为商圈入口处的一面宣传看板日期竟然还留在2022年，引起游客热烈的讨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一起来看看。
一大早的高雄市新崛江商场还看不到游客人潮，零散的摊位也还没有开始营业。初来乍到的游客若选在早上来到新崛江，确实无法联想节庆过年时的热闹气氛。而其中更有民众发现，入口处的广告看板竟然还停留在2022年的活动，已经经过2年，难道新崛江被忘了吗？关于这一个看板呢，其实这是2022年的看板，虽然还在，但是其实我们2023、2024。这个新崛江过好年的活动呢，其实都有继续的进行啊，不是说像网友说的卡关，只是因为最近的活动呢，这个主舞台不是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一块的看板是没有做更新。那关于这一块看板，我们会跟相关局处做一个讨论，看是不是去给它更换啊，看是不是去给它更换，不然的话让大家觉得说我们这个新崛江好像都停在过去。那我们就是这一块会去做更换。当地里长表示，商圈协会和市府单位在节庆期间都会在新崛江办理活动，而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加上看板是对内没朝外，一时也忘了拆除更新。新崛江的店家也都是在中午后才陆续开始营业，欢迎游客或是年轻族群在下午时间来逛逛采买逗热闹。从去年的圣诞节一直到过年。然后黄色小鸭其实对我们整个新崛江的人潮都是有增加的情况，其实没有像网友讲的说那么的落寞啦。对，然后再加上其实部分的店家其实都一直有在做这个更新的调整，不论是整修或者是开新的店，那这些都需要时间的。我相信新崛江会慢慢越来越好这样子。新崛江商圈往年都是年轻人逛街聚集的首选之地，在当地地标奥斯卡戏院撤离后，加上电商网购平台的串起，还有长达3年的疫情影响，使得消费人潮有山崩式滑落趋势。里长陈敏福提到，高价位的商圈店面租金让许多营业店家受不了，进而撤离撤场，也形成租售状况重复发生。房东不愿意降价的情况，那不愿意降价，那大家就会往巷弄里面去租更便宜的店面，这个租金的部分就是比较算是房东自己的个人行为啦，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讲什么。但是新崛江还是有很多好店，只是可能在巷弄里面大家要去自己去发掘这样子。里长进一步提到，近年在市府办理活动、协助转型和复苏下，来逛街采买的游客已陆续恢复到疫情前的60%。另外，更有相关知名的指标性业者将进驻新崛江，渴望能带进消费人潮，加速活络商圈商机。记者李嘉龙高雄报道。国民健康署统计，乳癌是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第1名。因为手术切除常让病人担心外观缺损而影响治疗的意愿。奇美医院特别针对个人量身定做，利用乳房肿瘤微创手术，让患者在治疗与美观上不再难以抉择。根据统计，台湾乳癌患者每年新增加超过1万人以上。奇美医院一般及消化系外科主治医师林佩仪表示，手术切除是乳癌主要的治疗方式，不管是全部切除或部分切除，过去都会留下明显的疤痕或者凹陷，而影响外观，甚至让患者拒绝接受治疗。不过，随着医学的发达，现在透过乳房肿瘤微创手术，让患者不再担心治疗与美观的问题。但是其实有些女生不知道说，我们乳房手术在这个现在医疗环境之下，在我们微创这么盛行的时代之下，可以是一个选项。那微创的手术，它当然好处就是伤口会变得比较小，那对组织伤害破坏也会比较少。那所以这样子的处理方式之下，疼痛度会减少，那在外观上面的保留可以让疤痕缩小，然后也可以加速手术之后的愈合。那很多女生最担心的凹陷的状况，也会因为这样子的微创还有整形的术式合并使用的，如果可以这样子做合并的手术下去做处理的话，也可以减少手术之后的凹陷。那所以其实，在手术前后，我们就可以尽量利用这样子的术式来维持外观上面的自然，那也就可以减轻病患在康复之后，因为外观上面的缺陷留下的遗憾。不管是微创利用真空辅助抽吸装置切除良性的肿瘤，或者内视镜微创合并整形式的手术，医师都会根据病人不同乳房的状况，设计不同的切口，
不但能将疤痕隐藏，而且也能让乳房维持较自然的外观。记者李银根台南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秦碧纯，我们再会。